樓價升勢加快啦，有入伙盤接連錄得短炒獲利個案。元朗一個大型項目賺幅普遍會有幾大呢？樓市氣氛升溫，加上租金不斷攀升，投資者都加快入市步伐，物色單位收租。個別新界嘅入伙盤都成為目標。元朗朗天峰舊年底開始收樓，今年頭一個月錄得大約15宗嘅買賣，全部持貨唔夠1年，兼有錢賺，賺幅最高超過2成。嚟到新一年啦，呢個屋苑咧嘅二手成交都非常暢旺，當中咧包括好多嘅都係短炒個案，單喺1月份咧就已經接近有15宗成交啦。一嚟呢個屋苑咧係舊年年頭咧樓花買入嘅，當時嘅樓市氣氛咧又比較偏軟，所以發展商嘅定價咧都比較偏低嘅。但係隨住樓市舊年回暖啦，呢個屋苑嘅成交咧普遍都有上升嘅，平均大概有1成，個別單位咧都超過2成添。屋苑位於元朗18鄉路，由嘉里發展，分3座，提供近600伙，面積介乎245到851尺，涵蓋1至3房。當中450尺以下嘅單位供應最多，佔全盤超過9成。參觀2座一個1房，實用288尺。入屋係長型大廳，大約130尺，兩邊嘅牆身都算完整，家私擺位問題唔大。大門隔離係開放式廚房，採用轉角式嘅設計，內嵌咗雪櫃、洗衣機等嘅家電，櫥櫃收納量都唔少。不過工作台面有限，只能夠容納單頭電磁爐同細星盤。發展商加裝咗活動層板，擴闊備餐空間。景觀向南望旁邊屋苑，外連大約30尺嘅露台，採用3合1設計，更加實用。發展商利用百葉門遮擋製冷機，唔影響景觀嘅同時，都方便日後維修。呢啲1房嘅細單位咧，近期都比較少供應，大部分呢啲樓價咧都係做到400萬樓下，釐印只係需要100蚊嘅啫，所以咧就比較受買家歡迎嘅。而家個放盤咧大概都係個位數字嘅啫。呢個單位咧業主喺上個月收樓嘅，樓齡咧比較新，樓底亦都好高嘅，訂做家私都非常之方便嘅。業主咧就而家叫價咧390萬，都屬於市價嘅。翻查資料，業主2025年3月買入樓花，當時作價大約290萬，持貨到依家11個月，叫價390萬，比買入價高出近3成半。近期同類嘅二手成交介乎大約360到410萬。近期咧有個成交啦，咁係同座同職嘅單位啦，咁啊樓數咧係極低層嘅，咁啊成交咗378萬嘅，咁但係對比翻我哋今日呢個單位咧係相對係高層啲啦，樓價應該相對咧都會高翻啲嘅，咁所以業主咧開呢個390萬呢個價錢咧都算係一個貼市嘅價錢。睇翻業主咧係舊年啦嘅樓花買入嘅，當其時個作價大概係290萬嘅，其實都應該有啲水位。咁如果買家係有興趣嘅話咧，其實不妨可以略略係同業主咧係還呢個價錢嘅。房間同樣向南望樓景，開即視正近50尺，擺得落睡床同衣櫃。樓底幾高，大約3.5米，窗都算大，室內採光充裕。旁邊係大約30尺嘅洗手間，設有企缸，做到乾濕分離，有唔少鏡面擴闊空間感。同唔少細單位一樣，冇通風窗，要靠抽氣扇通風。代理話，屋苑勝在樓齡新，租務成交活躍。加上同區唔少屋苑主打2房，1房租盤數量有限，刺激呢一類單位嘅租金表現。呢個屋苑咧雖然係新入伙啦，但係已經有租務成交啦，尺價咧普遍咧都係42蚊至46蚊左右。咁比起其他周邊嘅一啲舊嘅屋苑咧，30幾蚊咧都係高少少嘅。主要因為呢個屋苑咧提供嘅1房同2房咧嘅單位咧個 size 咧比較細，可以個租金回報咧拉到去超過4厘。現時同類單位嘅租金普遍介乎12,000到13,000蚊，以業主叫價390萬計，回報喺3厘7樓上。潘達恆就睇好租金有望再升。元朗區嘅300幾尺新盤咧，其實唔算太多供應嘅。咁啊，除咗呢邊之外咧，亦都有錦上路嘅上蓋嘅租盤啦，細單位大概係15,000蚊左緊度。咁啊，雖然租客咧就係比較喜歡啲可能交通方便啲啦，近地鐵站啲啦，但係因為呢邊差唔多係2至3千蚊嘅租金差幅啦，部分租客咧亦都唔介意係租呢邊細單位嘅租務咧，應該仍然係繼續受歡迎嘅。咁啊，通常第一張租約咧都係個租金係相對平啲嘅，咁同埋嗰個租金係未穩定嘅，咁啊相信嚟緊咧都有一定嘅升幅嘅。不過佢提醒，現時屋苑大部分1房二手價已經逼近400萬，
如果樓價再升，會加重稅務等嘅投資成本，潛在升幅亦都可能放緩。特別係今日我哋向南嘅單位啦，因為佢低層嘅話咧，對面咧就會有其他屋苑啦，視線咧未必話咁開揚，但係咧高層嘅話咧就相對比較個景觀可以遠少少，咁所以當其時嘅定價咧就高低層數咧差唔多有10%嘅差距，咁啊變相咧低層賺幅比較大啲啦。咁嚟緊咧中小型單位咧就仍然係支撐樓市嘅，咁但係因為我哋今日睇呢一類單位咧已經有一定嘅升幅㗎啦，所以我覺得咧升幅會放緩少少嘅，咁啊全年大概可能整體有5%嘅升幅左右。今集先講到